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的人一个钱拍24个角，意思是讲这个人真当生真气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角拍角的角，读歌角第4条。读角这是读鼻音，角就是甲长条形的物件填起来，或者是拔起来，咱讲是拍角。若是讲规个目头甲做伙看起来，这个人真烦恼的形，就是面有面角，或者是讲这个人面啊油角角。若是讲厝内有喜事，伫大厅或者是门骹口吊红灯、拔仙彩，咱讲是角彩。这个文音读做结，像讲树栽开花结果子，咱讲是结果。结果嘛，当讲是代志上尾结局，还佫有真侪店家，大家拢生意真好，咱讲这个所在真结实。还佫有人骹手的皮肤磨了伤过粗，生确定的皮出来，咱讲是结烂。还佫有水热是0度以下变定，咱讲是结冰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交结，意思是交陪；第2个词读做面有面角，意思是讲一个人看起来心肝敢若真艰苦，嘛当讲是油头甲面，面啊油角角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咧讲欢欢喜喜是一天，油头甲面，面有面角嘛是一天。咱过日子就要较快乐的，加交结一寡较乐观的朋友，保持正能量甲好心情，安尼代志自然就有好的结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角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结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